你知唔知道子宮頸癌係可以避免？大部分子宮頸癌病例都係由 HPV 引致，及早檢測 HPV 有效減低患上子宮頸癌風險。而家你只需要喺屋企就可以用尿液樣本做到子宮頸癌篩查。Indicator 式 HPV 尿液樣本測試採用全球首創尿液 DNA 濃縮專利 Fasify 技術，透過尿液樣本檢測14種高風險致癌 HPV。只需要自己採集尿液樣本，無痛無創，簡單易用，3個步驟就可以減低患癌風險，保護自己同伴侶嘅健康。掃描藍色卡上嘅二維碼，填寫線上登記表格，並選擇由專人上門收取定係自行提交樣本。測試前記得唔好飲太多飲料，女士亦應該避免喺生理週期間採樣。喺徹底清潔雙手之後，就可以開始採集尿液樣本。首先將頭段90至100毫升嘅尿液採集喺採樣瓶入面，倒入保存液，將採樣瓶蓋扭實，輕輕倒至3至5次，將尿液同保存液混勻。然後填寫樣本標貼，貼喺採樣瓶上面，並放入樣本袋。封好之後，再放入外包裝袋，然後密封。記得要喺採樣後24小時內，根據你揀好嘅樣本遞交方法，等候專人上門收取，或者自行提交樣本。收到你嘅樣本之後，我哋會喺5個工作日內透過電郵及手機短信送出檢測報告。如果你出現腫痛、出血或其他不適，就應該盡快求醫。Indicator 式 HPV 尿液樣本測試，讓你減低患癌風險，更自主掌握你嘅健康。